大家好，我係近叔近弟佢啊。6月出版嘅生活誌，我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水嘅主題。我覺得我喺人生裏邊水對我嘅影響都好大，尤其是我喺水墨畫創作裏邊，即係領悟水嗰個過程都係一個年代一個年代咁加深，同埋水喺生活裏邊嘅感悟亦都好大，對點樣做人同處事或者係享受人生都俾我好豐富嘅一啲內容。多謝大家。